来看咱台湾出现一种外来种的鱼啊，叫做壳雀鳝。高雄最近有民众钓到一尾是要到2米长，学者也讲这是目前台湾有记录的资料上界大尾的。这款鱼啊，目前也无伫咧野外找到讲会当生团，对这生态环境敢是会有影响？这部分佫需要研究。摕伫涂骹参家己开40分钟，才游起来大鱼做回翕相比较，人的身悬煞无鱼仔的长，体长一两有195公分。这是一款外来鱼，号做二雀鳝，因为喙管甲喙齿甲壳鱼真相像，嘛有人叫其壳鱼火箭。以前有水族馆进口来台湾，当作观赏鱼，后来因为体型伤大，互人弃养掠去野外放。这几年小煞有人伫溪仔钓到。前后就开到40分钟有啦，鱼仔甲互阮请起来。请起来，阮当然钓鱼仔的人会去随身的炸那种量尺啊，会甲量这个鱼有多大这样的当然做个记录啦。壳鱼火箭原产地是伫北美洲，上大会当到3米。进前台湾发现野生上大只的大概是1.2米，这尾1.9米的是上新的纪录。因为壳鱼火箭会食鱼啊、鸟啊、细卡啊，人讲饲养的好生团，不过即摆也毋捌发现到伊伫野外生团的纪录。敢会亲像鱼好对生态影响遐尼严重呢？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福心讲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调查。可能它的繁殖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。那实际上它的生态的资料，其实我们现在不太清楚，所以说，它到底要长到多大，它才有繁殖能力？其实目前还不是很了解。陈教授讲，壳鱼火箭伫野外无天敌，不过也毋捌看到生甲规大阵的，所以危害程度无法度估计。教授也要提醒大家，这款鱼仔卵有毒，若是钓到，千万唔通乌白煮来食，才袂发生危险。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采访报道。